是什么？想不通，我如此平庸，你怎么会爱上我？你的大起大落，我的笑话笑过，你是传说，而我是什么？想不通自己的疑惑，你怎么会爱上我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，上辈子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，上辈子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求有你就已足够。时间慢慢流，我们慢慢走，我不急，我等你，等着你，别忘。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，上辈子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求有你就已足够。时间慢慢流，我们慢慢走，我不急，我等你，等着你，别忘记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不是要把我推到刑场吗？亮，梨花，你还记得我们在梨花树下说过什么吗？你还记得？这些不是应该统统可以忘掉了吗？我会忘记吗？这种事情对于皇太后来说，未免也太微不足道了吧？其实，这么多年来，有一个秘密一直在我心里藏着。当年为了与你私逃，我以死相逼父母亲，逃出家门。我在码头一直等着，一直等着，却盼不到你来。我一直等着，等到我父母亲差点被那个传话的公公给害死了。如果再交不出我，就会以欺君之罪灭我九族。我只能回去。当时我收到你的亲笔信，说你选择了荣华富贵，要离我而去。或许，这就是我们二人的命运吧。由不得我们选择，我注定会成为深宫里可怜的人，而你注定要成为大将军。大将军吗？当时我们在梨花树下，我们说长大后想要成为怎样的人？我只想相夫教子。你说你最痛恨外藩倾国，让百姓受战争之苦。你说你不会让他们再踏入我国半步，哪怕血洒疆场，也不忍心再看到满街的孤儿乞讨。你还说你希望他们每个人都过最平静、最简单的生活，哪怕自己满身鲜血也没有关系，因为这就是你一直想成为的那种人，一个爱百姓、不顾自己的大将军。那个时候的我，人最绝望的，不是当不了自己心中所想，
而是成为了自己最痛恨的那种人。无亮，你还记得自己的初衷吗？人生如戏，人生重要的时刻就只有那么几个瞬间，你又何苦执着于这么多呢？臣知错，请太上皇责罚。爱卿请起。哦，谢谢。和你这么面对面聊天，也是件奇妙的事情。我也是。刚刚我被你和特拔将军的爱情感动得稀里哗啦的，你演得真好。不，是真情流露。他们说你是现代天下的第一戏子。算是吧。不过在我们现代不说戏子，说演员。哦，那你能多陪我说说现代的事情吗？你想听哪方面的？李欢，你的太上皇。三色蛋，幼儿园。这么说，太上皇要送皇上去读书，还要管他平日的饮食和起居。也就是说，他又当爹又当妈。元宵的出现唤起了他的父爱，把你们的太上皇彻底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。真是父子情深。不过他变得现在这么好，还得感谢另外一个人，不知是哪位贵人。冯峰，妙莲妹妹。你一路上都想什么呢？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已经解决了，你还在想七想八的。你不会是在想晚上要找哪位美人来侍寝吧？我警告你啊！我作为一国之君，对这个国家亏欠的实在是太多了。之前莫名其妙的去了现代，弃之于不顾，让妻儿和子民都陷入了险境，辜负了全天下百姓对朕的期望。现在你回来了，又想重新肩负起这家国责任。那你有什么打算吗？我只是在想，当然也要征求你的意见。如果我决定留下来，姐姐，太上皇，家宴已经开始了，太后娘娘和皇上已经去湖心亭了，特意让我来请你们。喂，干嘛呢？哦，有人不开心了。为什么每次我不开心的时候，你都会出现啊？怀念我了。现在后悔的话，还来得及啊。你又逗我开心。你笑了就好了。你不用担心我，谢谢你。喂，你我之间还用说谢谢吗？啊？如果你当我是朋友的话，就告诉我吧。
我们都知道，李欢是属于这里的，他的根、他的国、他的家，也都在这里。我就在想，如果他真的想留在这里，不想跟我们回到现代，我也能理解，不勉强他。他已经为我牺牲很多了，我不能自私的要求他，为了我放弃原有的一切。逆向思维一下，你我都不是李欢，我们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也不能替他决定什么。你呀，别想太多了，保留自己的初衷就可以了。也是啊，我好像明白了一点点。谢谢你，总是耐心的听我说这个说那个，还经常鼓励我，谢谢。以后不许再说谢谢了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感觉皇上在现代的女人缘应该不浅。那几个女孩好像跟陛下有过什么。不过，那边那个男人看起来很不错，感觉跟妙莲很般配。看到妙莲有人照顾，我也就心安了。他俩哪里般配了？既然那么般配，也就不用再担心什么，干脆就留下来吧。我开玩笑呢，看把你急的。其实我都明白的。对不起啊，妙芷，朕一直以来欠你的实在是太多了。一是之前去了现代，抛下你跟元宵，让你受苦受辱；二是你入宫这么多年，朕没有尽到夫君的责任，没有一心一意的待你，对不起。那陛下，我们先干了这杯酒吧。从前臣妾在陛下这儿得到很多很多的宠爱，或许是时候分出去了。我现在也别无所求，只希望看到元宵能平安长大，成为真正的一代明君，我也就心满意足了。这也是对你的一种守护，另一种爱的方式吧。妙芷，朕可以留下。要知道，你和元宵应该由朕来守护，还有朕舍弃多年的这片江山，朕也有责任重新把它扛起来。朕之前做错了，之后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。应该吗？我知道陛下是爱国爱家的明君，但人在每一个阶段都有属于自己不同的生活，或许是时间的错配，让陛下您错过了对这个国家的应该。可能这就是我们的命，或许这个古代终究不是你的最终目的地。妙芷，陛下，臣妾自从吃斋念佛以来，就更加明白，万物冥冥中自有它的定数，生命中遇见的每一件事情，绝非偶然。你去了现代，这是上天对你的启示，就如陛下所说，人生转瞬即逝，重要的瞬间只有几个，又何苦执着？那陛下您又何苦执着于应该二字呢？跟随自己的心去吧。
良知，这杯朕敬你。李欢有你这位通情达理的结发妻子，真是太幸运了。陛下，来，冉冉，坐吧。之前是我被愤怒一时冲昏了头脑。其实爱很简单，就是默默地守在自己爱的人身边就足够了。冉冉，真的是对不起，之前是我太自私，拖累了你，把你给害了。将军，你千万不要责怪自己。冉冉一直视你为父为兄，从未怪你半点。无论过去发生什么，冉冉一直不忘将军的恩情。冉冉，不必多礼。本将军也祝你早日找到自己的归宿，不要为了别人而活，去找自己的幸福，努力吧。冉冉，咱们去看烟花吧。鳄鱼，冉冉就交给你了。放心吧。走。想你了，老兄。哇，我这可真是今非昔比呀！这么大的店，就我一个人住。老古董。我这命啊，还是坐在这儿舒服。姐姐，姐姐，求你让我跟福生留在这儿，做一对恩爱的平凡夫妻。怎么又来这套？哎，你怎么又来这套啊？哎呀，快起来！有什么，坐下说。姐姐，我喜欢现代。难道是因为吃醋了？我才没吃醋呢！我刚刚决定了，我想你们都留下，我回去
不是说好无论发生什么都要跟我在一起的吗？怎么突然间就变卦了呢？此一时彼一时，好吗？在现代的时候只有我和你，可现在来到古代，除了我和你之外，还有姐姐呢。你们才是……你干嘛？我还没说完呢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先说吧。谢谢你理解我的处境跟感受，因为这个国家我太久没有回来了。妙芝是我的家人，她为了守护这个国家，付出了太多，吃了太多的苦，我亏欠她太多了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峰峰，我来就是想告诉你，要不然我陪你一起留下吧，反正我在现代也无牵无挂的，我现在的亲人还没有古代多呢。不过我声明啊，我可不是为了你，我是怕元宵想我。我李欢何德何能，有你们相依相伴。妙芝今天已经给我斩断了骨头，让我回现代。姐姐，我已负他，怎能再负你？我会用我的余生，用我的生命去爱你。哎，我说冉冉，你确定天坑是在这儿吗？应该是这里没有错。啊，不会回不去了吧？人家还要回去和他喜香香呢。哎，你不是知识渊博，什么都会吗？赶紧逆向思维一下下。我这么大一片山，我怎么会知道？这样吧，大家分头找吧。鳄鱼，你去那边；黄辉，你去那边。走。大哥，我们跟你走。还好戒指没有刮花。可你的手受伤了，疼吗？没事。小心！鳄鱼！找到了，这就是那个天坑。人呢？不知道。哎呀妈呀！逃不开，望不穿，也放不掉的情感。每次蓦然回首，你都在。我的影子从你生命过几次，却从未留下名字。记忆